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1月初1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第30到17节，使徒行传第9章19节到3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帮赞者。牧师的家族的中间长辈有2位的名，真有这个信仰的意涵，特别是咧表达人伫软弱的时阵，甲帮赞对倒位来。牧师的姑婆的名是李帮赞牧师，非常清楚，伊这个名所咧表达的，就是生命是对上帝的帮赞。我另外一个三姑丈音乐家郭子旧老师伊的名必须爱用台语来读啦意思就是主救过主救。好，那亲像诗篇121篇台笔的诗篇问到讲，我要往山来举目，我会帮赞对倒位来？接续台笔就讲，我是对这个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咱的帮赞是对耶和华上帝来，也亲像彼得所讲的，天顶地下无想事别的拯救啦咱伫紧急危难的时阵，拢需要得到帮赞。咱的帮赞是什么人？咱要找什么人来帮赞？这都非常重要。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第30到17节，提到着以色列人咧面对着强敌非利士人的时阵，因就要求撒母耳来为着因来祈求、恳求上帝的帮赞，因为因知上帝是因唯一的帮赞。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讲：恁若要专心归顺上帝，就对恁中间除去外族的神明甲亚斯他录女神，坚决来归向上主，只有服侍伊，伊会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去逐所在的巴力甲亚斯他录女神，只有服侍上主。撒母耳讲着组织所有的以色列人来米斯巴，我为着恁来向上主来祈求，因就组织伫米斯巴冲水倒伫上主的面前，一直因禁者伫遐来忏悔讲，我有得罪上帝。撒母耳就伫米斯巴裁决以色列民间的案件。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伫米斯巴聚集，因的首领就出兵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到就真惊，以色列人甲撒母耳讲：求你继续为着阮求救上主，咱的上帝，求伊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用一只咧食年的羊做烧化祭来献予上主。撒母耳替以色列人求救上主，上主有听伊的祈祷。撒母耳伫献烧化祭的是非利士人逼我要来攻击以色列人，迄日上主大声弹雷攻击非利士人，拍乱伊。因就大师对以色列人的面头前逃走。以色列人对米斯巴出来，对赶非利士人，追杀因，直到伯甲附近。撒母耳伫米斯巴甲神的中间采一块石，甲伊号名叫做以便以谢，讲到今仔日上主一直有在帮助咱。对迄日起，非利士人就屈服，毋敢阁侵入以色列人的土地。撒母耳换地的时，上主的手阻止非利士人侵犯，对以吉伦到加德，非利士人抢去的城拢归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收回拢总的领土，迄时以色列人甲迦南人和平相处。撒母耳
一生做以色列的士师，逐年伊巡视伯特利、吉甲、米斯巴甲遮个所在，裁决以色列人民间的案件。伊巡视了后，拢会去到伫伊的故乡拉玛，伫遐做士师。伊嘛伫遐为着上主去一座祭坛。使徒保罗受到呼召的情形非常特别，转变嘛非常的紧。是因为伊去即个大马士革的路中，拄着主的灵受光来照，就被呼召，互大部分的人无法度来接受伊，甚至来惊伊。以色列人面对保罗的时阵，无法度相信伊就是门徒，只有巴拿巴接纳伊。保罗伫当时时并无被接纳，甚至有人想要来杀害伊，但是伊却得到上帝的帮赞。众人嘛，因为安尼得到圣神的帮赞，信主的人就拿加添。使徒行传第9章19、12到31节，扫罗甲伫即个大马士革的门徒做伙带几啊日，伊随行伫逐所在的会堂，伫遐来宣讲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听到的人拢真着惊，讲伫耶路撒冷消灭求叫即个名的，敢毋是即个人？伊来遮，敢毋是要来掠信徒，甲伊押去交互祭司长？扫罗哪讲哪有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互住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通辩驳。真侪日了后，犹太人斗阵计谋要杀扫罗，因为计谋有互扫罗听到，因每日伫城门伫长等伊要杀。毋过伊的门徒伫暗时甲伊带出来，用一个篮对城墙顶甲伊推落去。扫罗到伫耶路撒冷，想要甲门徒交陪，因拢惊伊，因为无相信伊是门徒。不过巴拿巴接纳伊，带伊去见使徒，甲因说明扫罗伫路中看见主会经过，甲主对伊讲的话，以及伊伫大马士革偌尔勇敢奉耶稣的名传道的代志。扫罗伫耶路撒冷甲使徒有出入来往，奉主的名好打传道。伊嘛有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来讲话辩驳，因要求不时计谋要杀伊。信徒知影即个代志，就带伊落去该撒利亚，对遐去到伫大数。迄时犹太、加利利甲撒玛利亚逐所在的教会拢真有平安，搁坚固发展。所行所做敬畏主，得到圣神的鼓励，人数一直增加。诗篇29篇，则请兄弟家己来研读。恳求天父亲自正做阮的帮赞，互阮伫面对大的困境的时阵，无惊吓，无软弱，无丧胆但愿阮会当勇敢往前，成做主仆。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